时候非常爱玩，什么坏事情都干过。父母亲都一直就觉得，今天这个小孩子回来就算是捡到了那种感觉。有很多人不看好，但是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我做得来。Let's go. Okay, waiting for the airspeed increase to 7. 我这边安定了、稳定了，我一定会把你接过来，让你体验一下飞行，让你感受到喜悦。因为我这辈子做了太多的蠢事跟傻事，伤害我妈妈，这是唯一我能够让我的母亲可以感到的骄傲的。美头美国西南风嘅地主，黑早清楚地代表美国开拓精神嘅色彩。底下持股把向就东向头，上面也请求阿萨利，也得发发嘅土地充满各种可能。今日就天天拜访对面弄来嘅古哥，来看佢底下跳摆，追求飞行梦想嘅股。Google， 嘿。Captain， 你好，欢迎来到德州，欢迎来到德州。东岩岛的哦，谢谢。我们讲真嘅东南的，因为伫美国呀，对不对？一个客家人，一个台湾人，第一片做个飞行嘅教练哦。系啊，谢谢。古早人家看到一个机场，系一伫对你第一片教学生嘅地方。Yes， 所以全部嘅飞行机就系。对，没错。咁你像全美国有几多个人嘅飞行嘅学校？哇，就我知道的。比较多飞行学校的州，大概就是加州、德州跟佛罗里达。如果是德州来算的话，可能有好几百家。一个德州就有好几百家。你知道德州有多少个机场吗？机场哦。对啊。如果你说有好几百家，那就好几百个吧。哇，超过可能有上千个机场。就光私人的跟那个公用的就好几个。尤其在这个达拉斯这个地方，因为达拉斯这个机场啊是。全世界第7大繁忙的机场，所以它整天在这上空大概几千架，甚至上万架的架次在上面飞行。我们讲，你用飞来到那边做一个飞行嘅教练。第一个就是小时候的梦想吧，就是想要翱翔在蓝天。然后第二个就是对机师这个生活的向往，因为每次都看到，在机场的时候看到很多机师穿得很帅、很英挺，然后后面。有一堆空服员这样子，那个列队就觉得好帅，就觉得好帅。然后第三个，他们薪水待遇也不错。故说，今日就做在了解一下比朗机嘅。其实我们就对这些飞机，我们只知道它这样飞行，但是真给它呢，试比朗机就咁高就冇用啊。跟开车怎么样？差不多吗？哦，差很多，差很多。待会你体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其实那个是差很多。有台湾19比台嘅地主。喺美國土地天然台嘅主，一位除咗喺美國條牌西部開發前期，馬背當影響牛仔嘅影響之外，地主係因為天時穩定，上有便宜，又因為動法，想到動到飛行學校來壓實力。今日就天天喺冬天做飛行教練嘅谷歌來學牛曼式比朗機。古早要真给你看一下懂冲那种，我们玩那个 game 的那种感觉，好像外面要找一个投币孔这样。有 Shippa Q 用啊，但是这个还是有截然不同，因为这是比较高专业性的模拟机。一般我们在做这种训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仿真实的飞机，然后来做这种训练。我刚刚瞅下来一看到是真的是法拉比波，因为整个荧幕你看到有这么多的仪表，是，然后这边有这么多的按键，然后每一个东西好像。都是有它一定要的作用才会在这里。没错，这套系统困难的地方就是你要如何去操作这些东西，就是每一个小按键都有它都代表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对。就像那一套要卖几多钱？哇，这台造价不便宜。学校购买的时候是50万美金。50万啊？对，500万，1500万，大概1500万台币左右。因为它非常的就是跟真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所以它有很多的设定，包括资讯，它都跟真的飞机是一样。甚至你可以设定天候状况，你要去哪一个机场，它都可以帮你都已经设定好了。因为初学者他们对这个飞机系统不太了解，所以我会带学员先到这边来，先了解每一个仪表板后面的
给他们的什么样的资讯现在是坐在这边，对就算你操控失败都没关系，都没关系，我们这个跟谁？比从一个时间该就没用用。没错没错。哎呀，刚才已经设定在空中了嘛？对对，我们现在设定在2600，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爬升。有会停通吗？对，你就哦，往后带赶。有没有停通嘞？对对对，但是你跳高嘞有没有看到你的空速表现慢慢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你现在拉太多的 yoke， 你现在往下推一点点，不要推太多。你看你现在在很急剧的下降。你自动的停动一系列给就，其实它动很多哎。对，它很敏感。现在有恢复到平，它那个是什么警报音？它有一个就是你超过500尺那个每分钟的爬升或者是下降，它都会给你一个警告音。对，知道真给比都抽到真实一个比两给当白，真给会懂紧哦。对，因为你要去熟悉这些所有的表。没错，在做仪表飞行的时候，你这8颗仪表你都要看。我们现在在讲仪表飞行，就是只有看正面，只有看仪表，我们不看外面。但是基本上我们做目视飞行的时候，都要是看外面。看外。不过尽量飞，应该就某个停通，它为什么会自动的有上下起伏的感觉？因为飞机它就是一个，你就是进入一个流体，就像船也是一样，你破一个流体的时候，你也就会有一个上下的那种震荡。就是说，其实天空里面它的气流就像隐形的海浪一样。对，就像一个流体。我们现在就是在飞一个流体。哦，对。唐古哥热心给老人分享飞行的专业学问，总的讲，比伫天堂的条路，听起来虽然浪漫，不过要支持一桩安全飞行的后背，其实无按改。除了硕士飞行技巧和观念之外，同时还要读懂多嘅专业理论，也要实实在在嘅训练，都会为到轻松有嘅飞行安全。哇，要给真给莫简单呢，莫简单啊！哎呀，莫简单。所以它挺通一下，就感觉好像要失事了。还有人压下来嘅感觉，还知道跳难呢，行不行呢？有一点点哦。你会吗？你现在还会吗？你刚刚操作让我就有点头晕了，感觉我们吃的东西都快要快出来的感觉，这就是晕机的感觉。哎，对。哎，不过真嘅，介样时你有冇想要来到安样嘅地方好一个飞行机？其实。不外乎就是自己一个梦想嘛，就是想要来这边圆梦，然后自己年纪稍长了，也没办法去投考台湾的航空公司，然后想说来美国那边自己花钱出来学飞这样。不过你在台湾的时间之前有做过哪个条路？哦，我在台湾当了12年的海巡人员。其实我这辈子对驾驶都很有兴趣，开车开船。都还蛮有兴趣，因为我后来我自己在海军署也当了艇长，当了3年半，所以有任何一种60吨、100吨级的艇长我都待过，然后在海上也服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另外一个队员，然后就是夜航出去，我就看一台飞机这样飞过去，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跟我那队员讲，我就说，我这辈子会开车，会开船。会潜水，又是游泳教练，但是我还没有挑战天空。如果我存够钱，我一定会想要往天空发展。果不其然，在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跑来美国来圆这个梦。就是陆海空，我现在陆海通通都有。我现在应该是比较少数会有陆海空都有的有证照的人啦，对，算是蛮特别的经验。但重点那时候你就下定决心，就先出来试试看。对，你只有设定在我要拿到驾驶执照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当下就想要往航空业界发展，做飞行技师，就是要当技师。因为台湾对新手飞行员的年纪要求较高，可能是超过30岁的骨骼，并提了稳定的公务员条路，待等按多年都给钱来到得住，即刻出钱参加训练来考飞行员的执照，是为了争取技师面试的机会。不过到底伫天堂比有几上瘾？做得不按多人，甘愿表态跳摆嘅好成法，在啲难摆嘅唔确定当。顾哥讲，等下亲身试过就会知咧。顾哥，嘿，等一下他就准备要上去天空了，有很兴奋吗？懂听，真跟懂听。这次我真的要带你上天空。我们刚才只是在模拟机训练，我这次真的要上天了。亚特飞行机看起来没有历史，几多年的？大概有30年的历史啊。30年，那就差不多跟我但是们一样大。不要看他老虽老，但是他还是很勇敢啊。
就是平常只要做好保养，做好保养，油有没有加满？满的。满的。飞机有没有检查好了？哎，刚刚都已经帮你做完全部的机身检查，不要紧张，千万不要紧张。飞行员的第一课就是不要紧张，不紧张，不用怂。对，放轻松。待会上去如果有任何状况，不要跟我抢赶，这样就 OK。会有什么状况啊？比如说你要往左，但是实际上要往右。你跟我等一下本来是啊。当然，这是。没你再改听听。今天你是 PIC， 今天你是机长，我只是乘客。真给他改啊！真的。哇，压下来嘞。哎。哦 Is it real? Yeah. Real gun. You're a cowboy. Oh, have bullet. Blank, they just make noise. Bang, and that's it. Whoa. 真给他改啊！真的。你马改就冇好过呢。无所谓，我们今天是从零开始，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帮你带到会。呀，放唔多讲，不用怂心情，放松，好好跟着 Google 上青天。跟着我上青天，没错。Let's go。OK，Let's go。哇，里面懂 C 呢？稍微有点挤，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还算 OK 了，还算 OK。哇，看到那个真给黑。就是刚刚你会觉得这个仪表板你很熟悉，你刚刚看的就是跟这个。有看过，都看过啊。哎，我觉得全部有看过啊，全部俺就死给，不过他不认识我，他一定不会认识你的，因为你要试着去了解他。待会我们飞行，我们就是要靠他。OK， 该就准备了。OK， 我们已经做完外部的检查，所以我们做内部检查。OK，passenger briefing, left right tank is full tank. All your 7 quarts. Parts take no time. Check. OK，circuit breaker check. Alternate static. OK，alternate static 4 check. 所以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对 ，OK， 我们接下来要开启引擎的程序了。Start， 这么多流程。对，然后 C track band lock， 看看会不会往后滑？不会往后滑。OK，prime，no brakes，no prop left center right clear，clear。Master switch on， 这是电源。对。开始发动。伫开辟的空间底路，看到复杂的仪表，当然各种老塔台的对话。面对完全上手的太极器，虽然我当上问题下来，不过我的习惯度还会经出现各种疑惑、老不安。尤其上述卡电控制器，其实咪系老太家的生命卡伫输当。我咁正经做的，习惯度虽然充满各种不安，不过虽然比上天，看下去无边线的得主，我的心情会天天欢喜起来嘞。我在天空的感觉真的是很自由哎呦，是啊，很舒服的感觉。虽然说还是被包在一个这个机身里面，但是你会觉得你凌驾在所有东西之上。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工作，你每天就是在天上，然后旁边就是学员，那以后他就操作一切。我们现在要先找他们在哪里吗？对。East of Bamboo Lake, 3,000 feet, ground speed 89. Roger. Try to catch you. 天空这么大，对啊，很难找。要找一个小飞机好像也不容易。他们现在是比我们下面吗？对，他在我们下面。We are doing 88 now. Roger, I will try to go to your left hand side. Roger. I'm here, boy. Eastbound, lose some altitude. Westbound, actually, lose some altitude and join a right downwind. I'm gonna fly westbound. Roger, I will follow you. Skyhawk 5437 Juliet, left base, runway 33 full stop, follow traffic. Caramills, jumpers in 5 minutes from 10,000 feet below. Jumpers in 5 minutes over Caramills. Jump plane 42662, Caramills. 这里的天空很忙啊。对。今天假日。待会我们体验一下落地。今天有点横风。风吹偏。
它的这个鼻轮车力太多，这太贵。我觉得这个降落还蛮可怕的，因为今天一直斜的。今天的横风有点强，到大概有10节横风。这来的横风极限大概是17节，所以大概已经到一半了。我现在进入这个滑行道。对。Command traffic, Sky Half 5437 Juliet, clear the runway 33 on Tisway Delta to Buren. 虽然说比人机无台比人机按安稳，不过二老天嘅气力沙汉卡接近的，亲身感受到空气低度嘅温度、老气流嘅变化，汉卡有一种飘伫天堂嘅感觉。虽然比人机比起来，而每啲平常卡关嘅2D 移动方式，经历到3D 立体空间低度，世界因为天动法变到细细嘅动场时间慢慢下来咧。一点点没减速唔到，该拢是比嘅速度超过600公里。哇，压下来咧。哎，有条诶，无啦，讲笑诶。白色，加比上迄个感觉吼。嗨，我一开始都唔敢捞你共发的地方，啊，因为我觉得刚要起飞那时候好忙碌哦。你起飞之前已经先这个要检查人家很多东西，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该不该跟你说话，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就是要很认真，然后就是很专注的在检查这些。不知不觉我已经离开地球表面了，然后第一天当的时间你就看到该带下东发，前面也是一望无际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我热爱飞行，就是我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很自由，就像小鸟一样在天空上面遨游。不过今天真的是要感谢你们，干不下你的挑战，还给我们2台飞机，然后让我们就是可以互相。这是很难得的经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这种近距离飞行。因为近距离飞行它是高风险，所以我刚刚就跟另外一个教练，我们彼此一直在做沟通，就是说我任何一个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往上走，他往下走。所以我们刚刚稍微有一点快要接近的时候，他就往下走。因为天荡的时间，这种有些东西是不可预测嘛。就像你说，比喻是海浪的话，这个有时候浪怎么打过来，你那个风向怎么吹，低是没错。我现在能够感受到，不过我觉得整个过程中上去是突然之间就不知道怎么起飞了的感觉，然后下来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可怕，因为你像我们看，现在头发都在被风吹。这边刚好它跟跑道是有点横风的，今天的横风算有点强，尤其我们今天飞这个高翼机，它受风面的影响很大。鼓手下来嘅时间有对安尼卡起来，对，有点斜，我们是这样斜的下来，然后快要到地面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转正。鼓手要全部都要用那种动有经验嘅驾驶技术就可以去克，不然如果是一个新手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也太可怕了吧？你记得你当时第一次的感觉吗？就是被教练骂了半死，他说猴子都飞得比你好啊，他直接这样跟你说，他直接跟我讲。这条河马马街都唔止嘅比行新手，都根本意做9年嘅教练。故哥讲，比啲天堂谈起动风神，不过大家比行员嘅后背多多少少都有去个大病嘅鼓。喺躺下条鼓之前，故哥要先带人到有名嘅沃斯堡调身保留区，体验青菜地嘅地主牛仔文化。哦，姑哥，哎呀，那边看起来动有那种喜铺跟风情呢。是啊，这个是美国算是少数的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不过那个铁房以前怎么该用的啊？这以前就是所谓的那个牲畜的买卖中心，就是有很多牲畜都会在这边做买卖。我讲，迄讲伊这家有该马啊、牛啊、羊啊，什么都会带到这边来。就是当做一个交易中心点，对，就是牲畜的交易中心。像这个只有沃斯堡才有这种特殊风情的文化古镇，还保有它过去的一个传统特色，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牛仔啊、很多牛啊、很多一些牲畜都在这边。我相信以前听到动那面，就会感受到以前那种喜铺风情、那种牛仔的感觉，是。不知道人家行了一看呀。好啊，来。哦 ，is real gun。 1873. You're a cowboy. Oh, have bullet. Blanks, they just make noise. Bang, and that's it. Whoa. No bullet. What's this? Spurs. Make the horse go faster. Oh,
我就给骑马的时间用呢。 More of our guys are down there, so y'all go down there when you're ready. Like I said, 11:30, you can stand right out here. Okay. Get the cattle. They'll be coming this way, Okay. up the street, okay? But you can't go out on the street. Let them know they have to stay up on the sidewalk, okay? 哇哥，你看那条牛，动态条呢？是啊，这很特别的品种哈。所以他们的牛角会一直长，一直长。正经有的冲在人家天阳底都看到，有些在沙漠里面，然后不是摆一个牛头，然后牛角就朝它。This cow is a special. It's Texas Longhorn. OK. Longhorn 就是长角牛，就会。这种牛以前会用来做嘛？该用的。Originally, they were used as beef cattle, OK. so for eat. 哦，以前会用来肉来食的，不过压下就会胆腔会不很宽讲的，就会。哦 So what kind of Don't touch the horn.，Don't touch. touch your horn. 哦，Why? Just because he don't know you, so Okay. he's not quite as friendly. This kind of cow is will attack people or They will. I mean, any animal would. Whoa. It's just they're less likely to. They've all been trained, but these guys, that's what they use them for, is for protection. OK. 本年现做牛整个沃斯堡，喺啲条牌美国西部荒野地度买牛亲闹热嘅所在。虽然后来因为公路运输越来越发达，意识复杂发展起来嘅沃斯堡嘅好光景就冇睇咧。不过传统嘅牛仔文化还喺本年保留喺亚扎西镇地度，变做旅行人认识地主嘅重要景点。离开亚比来探下古国来亚嘅古乐。嗰度其實我係知道加來到嘅時間，就會知道這個，因為真研究一個人來到呀，因為第一擺出國，跟住係記得聽伊去上課接觸到一啲完全冇接觸過嘅東西，嗰種心情嘛，因為你等於是全新的嘛，就哦，你對飛行來說你是零啊。是啊，但是那一天就让我觉得很难受，因为第一天我就在机场被丢包，校方完全没有人会去照顾你。因為已經來到一個懂上手嘅環境。对啊，而且我这边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个人只身过来。我那时候我第一个教官是一个印度人，印度人的英文就更难懂，你会觉得，你講嘅你嘅湯匙看用唔掂，然後就怕。那教官就说你手可以摸杆，然后手这边发抖。这是我第一次对飞行的体验，但是我那时候还蛮开心的。第一天算很开心，之后就是痛苦的开始了。对啊，就是第二天之后就开始进入课程，当下你当然没办法吸收这么多，然后教官就开始在骂你。我昨天不是已经教过你了吗？你现在应该要懂啊，所以一直骂，所以我整趟出去就是被一路出去被骂的，然后一路回来也是被骂的，所以当下就很挫折，然后流了一堆汗，然后就很害怕出错被骂。但你第一趟下来，你有没有觉得原本好像就要接近梦想，一下还变成懂遥远啊嘞？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哎，原来飞行不是像我以前想象这么简单。我跟他飞完3班之后，因为他一直在上面一直骂我，所以脾气很差。之后我就去跟学校换，就说请他换教练，因为我觉得你的英文实在太难懂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美国籍的教练给我？那是我人生更痛苦的开始。 Which type of picture? Like a little papa. Yeah. Actually, like grandpa. We never had female pilot like ever before. I quit my job. I sold my own business, just to start my dream as a female pilot. Wow.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美国籍的教练给我？那是我人生更痛苦的开始。真的，他太凶了，真的太凶了。他在上面就一直在不断的在侮辱你，在彪骂你。他曾经讲最重的一句话就是跟我说 ，Google, you are not able to be a pilot.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那句话让我整整哭了1个礼拜。所以你那时候有想说，就是干脆不学了。那时候有萌生这个念头，就是很两难，因为我卖掉了所有东西，我一无所有，我真的没有钱，我那时候就几乎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在这个飞行上面，所以当下就万念俱灰。我想那时候有稍微短暂的
出现一点忧郁症。我就在家里就是每天都躺在床上都一直都不做事情，就是我今天不想去学校，我好不想要飞行这样子。其实这一路上也是有很多贵人，都会在旁边不断的给你一些鼓励。我曾经也有一个室友，他是来学直升机，他有一天跟我讲一件故事，叫做上天最佳安排。后来我听完那个故事之后，让我整个人生启发了，就是或许我今天遇到的挫折，只是为了明天的准备，往后的日子才会有这种很好的善循环。既然选择这条路，就不要后悔的走下去，你继续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可以看到你的光明。不过你像亚有按的一个心态，会不会因为之前有输过按的一个痛苦啊？对，我之前就是走过太多的冤枉路了。我有跟学生讲，我就说我不是最好的教官，你不一定要跟我学习，但是我能够给你的就是不要让你走太多的冤枉路。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可以跟我讲，然后我可以帮你再安排其他的教官。我不是最好的，还有其他人比我更好，但是我能够给你的就是，我希望你在正确的道路上，学习，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不过刚刚没有听过你讲，因为你们希望学生将来出去做的有同好嘅条路，故说你用的同道嘅时间，你讲这个喺社会里面用的。你之前在台湾的工作，嗰当时有像安尼也很辛苦啊。其实我在之前的工作说实在是轻松啦，但是我是觉得甘之如饴，就像教育事业，这是一个良心事业。如果你可以把一个人塑形塑得很好，让他们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功德。让我觉得说我与有荣焉，因为成就他们就等于是在成就我。狮子王义父哥，每时伫转台湾无考到技师高校，非常失志，本身老到无办法继续比行的梦想，三因为做了教练，将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机会。顾哥讲，虽然自家比行的路行到东唔顺遂，不过可能就因为也着经验，本佢还较愿意亲力添数学业，用跳摆的经验，甚至后边多行冤枉路。看到也着老自家青春砸落来的学业，就像看到介龙时来也对梦的自家。顾哥懂清楚，该勇敢追求的向往係有幾珍貴。We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taken care of. You know, they're coming from a foreign country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tually Texas in particular. Big difference in the culture, big difference in what they're gonna see, what they need to do. So we make sure just make everything easier for them. You know? And we take care of them. We try to take care of them. Like their papa. Yeah. Actually like grandpa. So we will fly you to. Take everyone. Yeah, you take care of us. I try. I try. You know, and sometimes it works, sometimes it doesn't work. But for the most part, I do my best. Well, because when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okay, nobody took care of me. I mean, there was nobody even at the airport. I didn't even know where to go. Where from? I came from Lebanon. Wow. Yeah. I came all the way. I was 20 years old. And I came here, got to the airport. Even though the school knew I was coming, they knew my flight schedule. There's nobody there. So I took a taxi and I said, I want to go to Fort Worth.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1968. It was still $20 for the taxi. Wow. Right. It was a lot of money. And the taxi took me to the most expensive hotel in Fort Worth. So it was a very, very tough time in the beginning for me. So I don't want anybody to go through that. You know, nobody needs to go through that. So that's why I make the extra effort. 不过我看到你从 C1 你就懂手哦，真的来到学这个当飞行员的，是不是女生算非常非常少？非常少。Females, yeah, we don't get very many,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re very good. So may I ask you why you want to? Maybe. Yeah. Actually, it's always been my dream, but because in my country, we never have female pilot like ever before. 2 years ago, that domestic airline they opened up for a female pilot. That's very inspiring for me because it's always been my dream job. So I just talked to my parents. I quit my job. I sold my own business to just to start to pursue my dream as a female pilot. Wow. Awesome. That's about it. Very motivation.
在航空业竞争嘅环境下，虽然有动多做得鼓励人嘅鼓，不过汉卡多嘅係失望，冇聽出有好結果。西方人比行業除咗係面對性別等嘅歧視之外，未係像其他人咁樣，愛面對就像標語稅業、600萬台幣以上嘅收費，前面就係全部冇睇嘅可能。因為這條投資是為咗得到競爭激烈嘅技師面試機會聽聽，不過就算有很多嘅唔確定性，都東南亞下也權想比嘅人新關注對比嘅項目。Asia is opening up more and more for female students. Korea was very strict. They didn't want female pilots. Now they're accepting the fact that I'm glad to see that the world is opening up to everybody as equal. You know? 其实就我跟这个身边这个教练，其实我们都有带女学员，然后他们很认真在念书，所以他们的 knowledge 都会比男性的飞行员都还要好。男性平常时都会稍微有点怠惰，然后都会想要出去玩这样子。所以你本身也是教练？对，我也是教练，我就5年前就到了这里。我的家人都在马来西亚，我本来打算回马来西亚进航空公司，可是当我差不多要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就 Adam 就说有没有兴趣说在这里当instructor 这样，那么一待就待多了4年，就快5年了。可是你应该算这里面是年纪最小开始学的吧？对，我现在在韩国学员里面，还是最年轻。就在中学的时候，就跟父亲去玩那个遥控模型飞机。我在地上飞，比起我就觉得，如果我能在那飞机里面飞的话，应该会更棒。梦想就开始已经在萌发了。我们这边还有一位，这是台湾来的朋友，对不对？对。你是什么时候几岁的时候来这边？我是31岁的时候来，我现在33岁，大概1年多前来，因为也是小时候的梦想。对，之前那家公司其实也给我不错的薪水，但是你每天在上班，然后你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放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会一直想要飞行，然后也是会跑去像松山机场在那边看飞机起降，就是其实喜欢飞机的人，大概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对啊。然后就是其实这个一直这个埋藏在你的心中已经很久很久了。对，然后到最后就是觉得说我趁年轻，我还是要赶快出来学飞。我觉得我相信就是泰加州的来都亚那边放弃工作，放弃自己的公司，我觉得都是带着一颗就是被包住很久的那个热情跟那个梦想，所以来到这边我觉得是相当有决心，就是一定会达成。对，夢想係一隻詞，不過講要實現，該就係表現比普通嘅人更加多嘅堅持、留耐力。一條學生嘅，除咗喺啲時間、留金錢嘅雙重壓力下，經突破自己嘅期限之外，喺考到飛行執照嘅過程地度，面對自己人嘅體質嘅好老快。故個勇敢挑戰新事物嘅身體，每本佢開始學實體運動，每因為安尼交嚟同多嘅朋友。Oh my god！ 全部都是真槍哎！我們現在是要準備去打戰嗎？你看，這是真的子彈，全部都是真的。沒錯。OK，Steven，幫我介紹一下旁邊這位全副武裝的朋友。這是 Benson 大哥。Benson 大哥也是在台灣出生，那他是退役美國陸軍，那在伊拉克跟阿富汗都有服役過。哇哦！你好。我這個中文還是講得很好。對啊。長大到幾歲才出來這邊？差不多到13、14歲的時候。然後，那你怎麼會加入美軍？我從小就是對槍支感興趣。在美國高中畢業之後，因為基本上你就是已經成年人了，所以說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未來生涯規劃。然後當初就是跟美國陸軍的募兵官聊過，然後就覺得 OK， 覺得加入陸軍是一條不錯的選擇，所以就簽約了。Cheers! Thank you. 30,000. I only have 30,000 to pay my tuition. Malu helped me a lot. Thank you. You saved my life. Yes, real. 我妈说，年轻人就是要去出去走走看看，闯一闯。她不希望我一辈子活在痛苦不快乐当中。
觉得加入陆军是一条不错的选择，所以就签约了。牛仔文化算是德州文化的一部分，然后包括枪支文化也是德州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说德州基本上就是民风是比较彪悍，然后就是德州人就是很独立、自强，然后对自己对德州很骄傲。David Crockett 是德州一个算是历史名人，他讲过说 "You all may go to hell, and I will go Texas." 哇哦，可以感受出他真的是对德州这份爱这个热情。那待会我就请2位教官开始教我们一些举枪的动作或是瞄准的动作。如果是站姿的话呢？站姿的话，基本上你枪打得越稳越准的话，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体重去控制这个枪，就是撑住它这样子。对，撑住它，就是你整个身体要去支撑这个枪，然后对这样子 OK。那接下来手呢？手就是2只手都要是直的，完全伸直，完全伸直的。因为当你打的时候，枪的后坐力回来，你这只手弯的话，对不对？它一定会往这边走。所以2只都直的话呢，它就是平均回来，所以你的枪指永远都是指向正前方。那我拔枪出来的时候，我手都是放在击锤上面，所以是自保的一个动作。对，就是要确定手放在击锤上，然后垂直的拉出来。枪口要朝下，这是安全第一，而且你的食指要在外面，先在扳机外面。对，这边是退弹夹的弹夹钮。所以现在我们先确定里面是没有子弹，因为动作的示范。对，那我们在第2个要确定枪膛里有没有子弹，也是 clear。对，其实我觉得这些动作都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子弹是不长眼睛的，给某某族它会飞去哪里不知道。看待冲突杀机嘅人专心嘅用嘅，杀机界下其實係動專心來保持冷靜。行卡有攻擊性嘅殺機發動，多多少少有啲危險。故所去較拍長嘅時節，聽出係隨時注意環境，遵守安全規範，當作對安心體驗殺機嘅過程。唔講用埋美國嘅殺機發動會很普遍哦。德州人。似乎好像是整个美国人，他们对枪其实好像是不能分开，因为今天如果政府规定说大家不能再拥有枪的话，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应吗？你觉得？美国拥枪就有点像是美国独立宣言当初所提到的 individual right have the pursuit of life, liberty, and happiness。他们当初立国的精神就是说，我要独立自主，我要能自由的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宪法的第1条是言论自由，第2条就是拥枪权。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拥枪权已经是美国立国核心的一部分，美国文化核心的一部分了。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有享受到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在你射击的过程，因为它只是你按下扳机，子弹出去打中东西而已，就这样。你要真的打中这个东西的话，就像我们今天练习。持枪的姿势要正确，你站姿要正确，你握枪、瞄准那些东西都是一个因素。像玩枪基本上就是一条学习的道路，一把枪的历史、设计，然后它的缺点、它的优点。你枪买的越多，你就发现你对枪支的了解更少。所以说，真的，玩枪是一门学问，很多的科学在里面。对，所以并不是说我到靶场上，我很快的打完30发子弹，我觉得很爽。其实我们这不是真正吸引我们的地方，就像 Ben 说的，这是一个学习的道路，这也是训练你专注的一个锻炼。我觉得是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有看到一则很大的新闻，就刚好发生是在凌晨吧。那因为人人有枪，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不好的人，他拿这个东西去做不好的事情。他今天早上损失了50条人命，然后有很多的人都受伤，其实蛮难过的。愿他们往生者的家属能节哀顺变。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希望伤者能赶快复原。那第2个呢，我们是觉得说，枪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是这个人他去犯了这个罪，伤害了其他的人，枪只是他的一个工具而已。真正驱使他去犯罪的是他的思想跟他心理的因素，因为没有会让人胖的刀叉，也没有会自动让你写错字的笔，
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因素，是不是因为社会变了？因为相信人有自由，未相信人嘅意志。美國嘅創業嘅文化對台灣來嘅人來講，可能當然了解。不過沙撈強調嘅建國精神，關係同層，因為對人身自由嘅保障，本美國變咗使人有創業比例世界第一嘅國家。不過有好有壞，美國上面係最近50年來大規模創業案千多嘅國家，創業緊也係唔緊。可能就講出美國人民對有限自由嘅爭議。不過無論點樣，都希望人做得保有善心，本遺憾唔會個發生。團vụ過後，佢個強人強下到Ayrton嘅副駕座客，享受啲 watersport 親密嘅安全。Cheers！Cheers！Cheers！Thank you。Cheers！我喜欢听他讲故事。哦，干嘛个故事？他讲一些他以前在飞行的一些故事。A lot of stories. Yeah. I have very many stories. Why do you want to come to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wanted to be a pilot. Okay. 他就是想要成为机师。在黎巴嫩不行 There 吗 was no chance in Lebanon. Oh, okay.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best place for aviation. But I had the love affair with Texas. I always loved cowboy movies, and you know, so I really loved. There's something in me that I wanted to come to Texas, but actually the real reason I came to Texas to find my wife. Oh, it's a good reason. It's a long story. Many stories. It's an adventure. You know, aviation itself is an adventure. Everywhere you go, you're discovering new things. You're meeting new people. You learn about all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It's just the biggest adventure ever is being a pilot. Do you remember how about the first day you saw Google? First time I saw Google, I didn't like him. Oh, I'm joking. I'm sad. No, I'm joking. You know what, Google? We don't even have to tell you that. You know, you have 90% passing rate of all your students. You know, the first time. That by itself explains to everybody how good you are. We don't have to tell you how good you are. I'm sure you know how good you are. Do you remember when that time he said, I just only have 30,000. 30,000. I only have 30,000 to pay my tuition, and especially Malu helped me a lot. He gave me a lot of, you know. Actually, I don't do anything before I consult with Mr. Malu. He's the boss. Yeah. 其實而家攏是做個結聽啊，真經改變嘅 Google 佢嘅人生點啊？ Well, this is not the way we look at it. He has the quality, and he has all the drive to be one. So he really helped himself. I didn't help him. Yeah. He introduced himself, and we realized that he has everything he needs to become, and what he needs is a little push, little opportunity, and he capitalized on it. And turned out to be really a good pilot, good instructor, and a good person. Now he's one of the best instructors we have. Thank you. You saved my life. Yes, real. That's real. Thank you. Thank you again. 啲 Ayrton 副駕親密嘅意義，本係想起老古人說講，千里馬隻隻有，不過八路難尋。Ayrton 老教宗，佢攏是太空天數嘅溫暖。每本 Google 有機會變做平然嘅八路。啲學嘅過程地度，盡量本大嘅學生嘅都有機會實現夢想。每家也老終身嘅好意流傳下去，看到轉有段又好又快嘅願望路。Google 講，雖然爭短短3年，撒起人生，親深刻面對自家嘅一團歲月。因為其實小時候家境沒有很好，所以我這輩子追求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跟錢有關，就是希望能夠有穩定的收入，能夠有很高的報酬。其實我以前一直都很向往當醫生。為什麼？因為第一個薪水高，第二個就是都坐在冷氣房裡面，然後就覺得好像很輕鬆。然後後來我自己念高中的時候，我選擇第三類組。
我永远都记得我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败，就是我考大学联考的时候，我只考了104分，没办法填卡。跟你还凶还周以谁？对，所以只能怪自己小时候不爱念书。你小时候很爱玩，非常爱玩，我什么坏事情都干过。对啊，未成年骑摩托车上学打架也有，然后就是父母亲都一直就觉得，今天这个小孩子回来就是算是捡到了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考上警专的时候，我父亲是特别高兴，还放鞭炮啊，贴红布条啊，公告周知啊，就是说，我们个古家终于有一个是当公务人员的，很骄傲，那时候很骄傲。对啊，所以等我换跑道的时候，我父亲是很不能够谅解，而且那个时候是我父亲在往生前，在病榻上，我就跟我爸讲，我说，爸，我不想要在海巡署继续待下去，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没办法突破了。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公务人员干好好的，你就撑着嘛，你国家会养你一辈子，你之后你有退休金，国家就会养你。所以他是绝对反对的，他是绝对反对，坚决反对。然后等我父亲过世之后，所以我就想说，那跟我妈商量，因为我跟我妈讲说，如果我这辈子不做，我以后会后悔一辈子。说真的，人生短短的啊，有这个梦想，那个某一种，你真经会，就算你现在你这继续升官，很稳定，但是你总是觉得人生的拼图就缺那么一块。是啊，没错，因为有很多人不看好，但是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我做得来，我就是不要让你们瞧不起，因为我觉得我这辈子有太多事情被人家瞧不起，小时候不学好，不会念书，大学联考考不好，都让人家瞧不起这个小孩。我妈说，年轻人就是要去出去走走看看，闯一闯，她不希望我一辈子活在痛苦不快乐当中。因为你还没给飞航给高练呢，你有载过你妈妈去抽飞航机吗？还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一直有跟我妈讲，我就说等我这边安定了、稳定了，我一定会把你接过来，然后让你体验一下飞行，让你感到骄傲，就是说，你有一个小孩在美国还算有一点成就，然后让你感受那个成就感，让你感受到喜悦，因为我这辈子做了太多的蠢事跟傻事，伤害我妈妈，这是唯一我能够让我的母亲可以感到的骄傲的。对板条墙都为到自己的梦想，让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在下一个达标。面对顺风人的父母，本用全新的支持，老想本阿妹骄傲的想法，变做谷歌另外一个达标，唔会凊彩表达的动力。离开地主冇几久 ，Andy 讲，谷歌许多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聘请开始了疲软的日子。我想讲唔用几久，谷歌想载定阿妹向下飞上天的梦想就做得实现了。唔过我想，无论谷歌系唔系技师，唔做就系顾妈妈新冠度嘅骄傲。